好，呢套房係後裝啊，業主攞了20萬磚咯，全部係全屋定制啊，品牌家私電器全部做好睇，玻璃雙戶，業主全部封咗雙戶，面積係108平，建築面積108平，南北通透2個陽台啊，非常通透啊，廚房係引起入戶嘅廚房，呢邊嘅係一個人台啊，南北通透，業主嚟自過幾時啊，從呢度入戶。電梯就呢邊後生啊屋啊，兜咗樓勢5年，電梯2梯4戶，電梯就呢邊呢度入嚟，入戶好大好上，係鬼乜嘢都定制好啦，一上乜嘢都做好嘅啊，放少咗上子啊，仲有呢個房間，每個房間都係櫃衣服衣櫃全部訂好嚇，拎包入住，當時業主買咗160幾萬嚇，而家只需要55萬，拎包入住，生廳客廳，哇呢個陽台亦好大。喺小區園林景觀，安安靜靜啊！12樓嚇，而家係12樓嚇，靚房啊，真係靚房，3房2衛啦嚇。燈啊乜嘢都裝都搞得好，成屋定制，利用空間非常大。洗手間更濕翻嚟嘅洗手間，呢個房間嘅係全部係定制好咯。榻榻米呢個紙樣房睇啦，位置乜嘢都做好俾你，顏色配咗一套咯。頭間你就帶埋洗手間咯。而家執笠價急售價55萬啊，可以按揭噶，所見即所得啊！業主紅本在手，即買可以即過戶嚇，有興趣即執，喐我70人親真姐過嚟睇睇，會更換5期啦嚇，拜拜。